以前讲到香港，率先想到拢是香港电影、港式餐饮、招牌林立的街头等等。但现在印象敢若一群香港人争取自由的画面，尤其伫港区国安法公布实施2周年的现在，互真侪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感受歌深。这场号做香港时光屋的展览，就是以香港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来呈现上真实的香港记忆，并以黑盒子模拟香港的城市景观。每一个黑盒子代表香港的高楼大厦，内底存放一个香港人记忆深刻历史事件以及对自由的梦想。这个主题就是以时光屋的概念，把香港的过去、现在、未来重现。那过去的话，因为今天开展的日子啊，6月30号刚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2周年。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很多人权自由都消失了，而且整个很多城市面貌啊，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都随着这累积的慢慢消失了。所以我们找了很多在台港人，用图像拼贴的方式做了10几个时光屋，表现香港过去消失的不同的自由人权。除了过去的部分，中间还有现在的部分。现在虽然我们看起来香港在国安法的打压之下，已经没有街头示威了，但是不代表香港人不再发声了。因为香港现在的独立出版啊，跟独立书店的数量啊，是前所未有之多。大家都想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的记录香港。这场展览是由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南社区大学以及台南香港关注组共同举办，希望借由展览，号召民众共同关心香港人权议题。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标语，而是一个愿望，也希望呢，以前香港呢，自由的社团的公民社会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呢，能够再回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展览呢，希望呢那么带到呢我们对香港的希望。但是呢，很可惜呢，这个香港的希望呢，在香港的土地是很难去说的，所以呢，需要各个地方、世界的各个地方呢共同发声。因为在香港这一块地方呢，未来的希望呢已经被窒息了，所以需要大家呢的共同的想象，让香港重回往日的荣光。记者会这天，市议员陈一丁以及永康区市议员参选人朱正轩也拢来到现场声援关心。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大众为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10号期间，前往中西区信义街25号城南2有空间看展。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